大家平安。嗱，好高興咧，就喺大家都分享上帝嘅話。好似喺國語堂咧，啱啱講完，我1月7號咧，我喺國語堂度分享。今日咧喺度好頭好尾啊，因為講埋今個禮拜咧，我今年嘅講道咧就完啦。講咗30個星期上帝嘅恩典。聖誕節咧係一個好感恩、好開心嘅日子。係要用一個喜樂嘅心咧，去迎見呢個聖誕。咁睇下先嚇，係啦。嗱，我諗咧就大家咧好多時候而家睇電視都中意有立體聲嘅。立體聲嘅好處就係咩咧？就係有前後左右都有聲音圍住你。所以英文叫做 surround sound， 但係咧每一個聲音咧係好特別獨立嘅，但係夾埋起嚟咧就好震撼嘅。嗱，你屋企有時有啲人話唔使咁大聲啊，係咪啊？其實咧你開大聲啲咧就越震撼嘅。我睇到呢個情況，諗起咧就係4福音裏邊都有記載耶穌嘅出世。但係呢4個作者講嘅嘢咧各有不同，雖然講耶穌出世咧，但係各有不同喎，你知唔知啊？所以今日你有福啦，短我諗35-40分鐘咧，就睇咗4個福音書，你哋熟悉嘅故事，睇一睇神點樣藉住4個嘅作者嚟到話俾我哋聽聖誕嘅喜樂、聖誕嘅震撼。每一個作者帶出嘅信息都係唔同嘅。我問過好多人啦，好少人咁樣將4個夾埋咁樣嚟聽嘅。我哋好多時候中意睇棵樹，就唔中意睇森林，係咪啊？今日咧就幫你整合一下，我哋同心祈禱啊！親愛主耶穌，我哋喺聖誕節嘅來臨之前，我哋一齊嚟到去紀念主，紀念你嘅降生，因為你嘅恩情、你嘅拯救，我哋今日有呢個位置站立，係主嘅恩典。願你繼續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成就你嘅工作。我哋今日要敬拜你，聖靈就將你嘅話語嚟到教導我哋，感動我哋嘅心，責備我哋，建立我哋。我哋留心聽，留心去行，奉耶穌名求，阿門。考下你啲記憶啦。咁咧就馬太福音咧，記載耶穌有咩特別咧？佢特別咧就係有家譜，佢嘅家譜咧同路加嘅家譜唔同嘅。如果你有熟讀聖經咧，就知道個妙嘅地方喺邊。佢咧特別講到耶穌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嘅家譜。佢嘅家譜特別有14代。咁當然喺裏邊有幾個女人嘅名啦，但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亞伯拉罕到大衛有14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嘅時候有14代，從遷至巴比倫嘅時候到基督出世啦，又有14代。咁看官問係咪真係14代㗎？嗱，咁就真係係咪文學嗰個整得佢整齊，所以14代咧可能都係嘅。但係個重點話俾你聽，呢14代裏邊發生咗好重要嘅事情。乜嘢事情咁重要咧？你哋喺唔喺度啊？亞伯拉罕、大衛同埋遷至巴比倫有乜嘢緊要啊？唔係回歸巴比倫，回歸耶路撒冷，我係遷至巴比倫喎。有咩緊要咧？嗱，教主學嘅老師有咩緊要啊？神與人立約。原來耶穌嘅出世係應驗咗上帝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亦都應驗咗神同大衛所立嘅約。亦都應驗咗喺遷去巴比倫嘅時候，好似以西結耶利米呢啲嘅新約。耶穌就係將呢啲約聚焦喺佢一身。嗱，我哋睇下，簡單睇下，就係嗰個重點咧，就係話俾你聽，神嘅約
應驗在主耶穌出世嘅身上。大家都知道亞伯拉罕即係神應許佢好多次，4次啊，起碼記載4次到5次啦。咁啊，話俾佢聽，你嘅子孫好似星咁多，好似沙咁多。你嘅子孫，你嘅後裔要使萬族因你嘅後裔得福。保羅就喺加拉太書俾個注腳，所應許嘅向亞伯拉罕佢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唔係所有以色列人，所有亞伯拉罕生嘅都能夠祝福萬國，只係指着一個子孫，指着一個人，就係基督。就唯有基督就係使萬國萬族得福。你嘅後裔咧，保羅解釋就話係單數嘅一個人嘅啫，就係基督叫萬族得福。咁耶穌就係嗰一個大衛嘅後裔，永遠作王。你知道大衛好有心，佢同神起一個聖殿。你對神有心，神對你更加有心。咁神話藉住拿單對大衛講，唔使你啦，你手有血嘅，我留翻你個仔同我起聖殿啦。不過你咁有心為我起一間屋聖殿，要 build a house， 起一間屋俾我，我就 build your house， 我要建立你嘅家室。你為我起一間屋，我要建立你嘅家室。同一個字就係屋嗰個字啦吓。你明白家室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而家冇啦，而家 House of Chan 啊、House of Chill 啊嗰啲雜碎餐館咧吓，你明啦，即係家室嘅意思，一路傳，阿爺喺度做，阿仔喺度，阿孫都喺度做噶啦。House of Chan 啊，即係神話你咁有心為我起一個聖殿，不過唔使你，不過我會建立你嘅家室。你嘅家，撒母耳記7章，你嘅家和你嘅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嘅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所以大衛嘅約咧，神應許大衛嘅後裔會作王直到永遠。大衛啲後裔除咗最後嗰位耶穌出現，耶穌就作王直到永遠。所以呢個就係應驗咗大衛嘅約。咁至於新約，新約就係寫咗咁多律法，你哋成日都唔聽話以致被擄去到巴比倫。所以神話咧，我要同你立一個新約，俾個新嘅靈、新嘅心你，等你能夠遵守我嘅律法。所以耶穌嚟咧，就係成就呢個新約，俾我哋有聖靈，俾佢哋有新嘅肉心，有靈嚟到去遵行神嘅誡命。所以耶穌就係永遠嘅君王、救主嚟到世上，彌賽亞。馬太就話俾我哋聽，你知唔知啊？呢個要生嘅嬰孩就係君王，就係彌賽亞，就係嚟嘅救主，要祝福萬國，永遠作王。所以馬太福音有一個特別嘅記載，其他福音書冇嘅，就係唔係三個東方嘅博士。東方嘅博士嚟到問希律王：喂，我哋要嗰個生下嚟做猶太人嘅王喺哪裏？我哋喺東方看見佢星，特來拜他，所以令到希律王，令到全個耶路撒冷嘅人不安，因為有個新嘅王要興起。所以馬太福音話俾你聽，知唔知道呢個彌賽亞救世主君王耶穌嘅出世？特別用呢個東方博士呢一個話襯托出嚟。所以馬太福音個作者馬太問耶穌出世啊、降生啊，你 get 唔 get 到啊？你攞唔攞到啊？耶穌係王嚟噶，耶穌係咪你嘅王啊？嗱，我哋咧後生嘅時候咧，就好中意讀屬靈四頓律全福音嘅。如果你好似我咁年紀，實見過呢啲圖畫啦嚇，嗰張寶座上邊坐着嘅係邊個咧？
寶座上邊你坐着為王嘅時候，生命就好混亂。當你咧讓耶穌作王喺你嘅寶座，人生嘅寶座上邊作王，你人生各樣都整整齊齊咁美好。今日耶穌喺咩你生命裏邊作王咧？好多人都問我師母點啊咁樣。1月7號喺度講道，講完到1月8號咧，師母就割肝癌啦，割咗20%啦。其實就好簡單嘅手術，5日就出院㗎，冇嘢㗎。點知道神有另有安排，就切多咗啲膽管，一路漏水，漏到上個星期3先至告一段落。咁一路咧都要孭住個袋，一段好長時間要孭住個袋裝透出嚟嘅水，即係喺個肚腹裏邊嘅水，好辛苦。11月底啊，因為嗰個袋咧篤到佢好鬼痛，裏邊有條管6寸長，懟入個肚裏邊好痛。咁有啲血出嚟，咁話唔掂喎，我話要去急症室，急症室就9個鐘頭嘅，坐親都要。咁夜晚黑咧，我要教滿地可班長老培訓滿地可宣道會嘅長老。咁我又去翻 Tim Horton 醫院裏邊嘅 Tim Horton 好靜噶啦，8點鐘冇人啦，喺度教書。咁我同神講，我1月嘅時候又坐喺呢個位度教，11個月後啦，又喺呢度，你可唔可以對我老婆好啲咧？佢已經睇唔到嘢，失明，有咁嘅問題，你可唔可以對佢好啲咧？其實我心裏邊都有酸嘅，牧師都一樣有心酸酸啦。不過最緊要心酸酸同神講，神咧就係用一個咁嘅大約咁嘅圖畫。你既然話我係你嘅主，你所有嘅好嘅乜嘢嘢唔好嘅都俾我掌控啊！今日要你病，你接唔接受？咁我教完書翻去睇下，去急症室睇翻師母，佢一路咁多10幾個月嚟都好平安，冇埋怨過，好忍耐。哇！即係上帝你嘅恩典，真係要救佢用。係啊，當你讓人生嘅主宰俾耶穌嚟到帶領嘅時候，唔係話即係好似幅圖畫咁好美好好完全，一樣有我哋人生嘅起伏，一樣有我哋人生嘅衝擊。但係我哋話主啊，你係我生命嘅主，你帶領我喺難受嘅時候，一樣請你嚟到帶領，你係我嘅王。前嗰排有個姊妹邀請我同佢一齊去傳福音俾一個未信嘅朋友。呢個朋友因為患咗重病，冇事㗎，仲好精神。佢唔想面對治療嘅痛苦，要安樂死。佢朋友咧就好錫佢，佢就想叫牧師你去咧勸佢唔好安樂死啊！我話我同你去，不過講實，我唔會講安樂死，勸佢唔死好緊要。但係有一樣嘢比呢樣仲緊要嘅，佢認唔認識耶穌？佢認識耶穌比呢啲仲緊要。佢信咗耶穌之後，耶穌可能教佢點樣做人，點樣做抉擇。就算佢死咗之後，佢去到天堂，佢都知道佢係屬於主耶穌嘅，佢有永生。你唔好問我，即係喂，如果一個人安樂死去到天堂度，神收唔收佢啊？呢個上帝答你啊！我話最緊要一樣嘢，佢今日認唔認識耶穌？有永生，有耶穌喺佢生命裏邊作王作主，引導教導佢。所以馬太福音第一個信息，耶穌今日喺咪喺你生命裏邊作王咧？你個寶座上邊坐着嘅係咪主耶穌咧？你係咪讓佢帶領你？前邊有唔知乜嘢事情，但係咧有耶穌喺度，你可以安心，你放心嘅，請耶穌坐在你
人生嘅寶座上邊。馬可福音啦，馬可福音有冇講耶穌出世噶？冇噶，冇嬰孩噶，冇馬槽噶，一嚟就開始就講耶穌好大個啦，就係出場嘅先係施洗約翰。施洗約翰介紹耶穌嘅出嚟。施洗約翰呢來了，喺曠野受洗施洗，傳悔改嘅洗禮，洗罪得赦，啲人排隊嚟認罪，人知罪，聖靈嘅工作啦，感動人啦，知罪啦。但係施洗約翰話咁唔夠嘅喎，約翰話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係用水給你哋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你哋除咗要悔改之外，更加要相信耶穌，領受聖靈嘅洗。嗱，我哋宣道會講聖靈嘅洗就係當你信耶穌嘅時候就領受聖靈，呢個就係聖靈嘅洗。繼續要追求聖靈嘅充滿。有唔同人解釋聖靈嘅洗，但係咧，如果要考宣道會牌咧，就要答呢個聖靈嘅洗咧，就係信耶穌嘅時候領受聖靈，然後你要繼續追求聖靈嘅充滿。馬可話俾你哋聽，耶穌嚟係要叫人悔改，耶穌要赦免人嘅罪，更加賜下聖靈，讓人嘅生命有聖靈嘅充滿，結出聖靈嘅果子，同悔改嘅心相稱。好多人願意悔改，我做牧師見到好多人悔改嘅，特別係咧，即係有外遇啊！如果丈夫有外遇，咁咧丈夫玩完一輪啦，咁啊講，哎呀，我都係翻屋企啦，悔改啦，悔改。嗰啲丈夫如果唔翻教會，唔喺團契小組裏邊咧，悔改唔真實嘅。唯有嗰啲願意翻教會、願意降服喺神嘅面前，接受聖靈生命嘅改變，佢哋嘅婚姻咧係快樂，係美好。原來人悔改係好多時候肯悔改嘅，但係咧冇嗰能力去改變我哋自己。所以約翰話：你知唔知上帝就知道啊？歷代以嚟幾多以色列人有律法都守唔住啊！所以佢要耶穌嚟賜下新靈、新心呢個新約，俾我哋有聖靈，以致悔改，加埋領受聖靈，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樣。我哋每年聖誕節咧都有呢個即係向南亞人傳福音嘅，已經做咗12年啦。今年啱啱上個星期六咧，又係我哋同南亞人特別開嘅福音晚會福音聚餐。咁以前咧，我哋就會拍佢哋嘅社區拍門派個耶穌傳有個禮物包，然後開個 party。咁而家咧就係有一班熟朋友，咁我哋就請佢嚟到 Christmas party。咁咧就我哋好多都係老朋友嚟嘅。好似上個禮拜有個人話Pastor， 你知唔知啊？我嚟咗6次啦，已經6年啦嚟咗。我哋同佢分享福音，講一次耶穌，已經去到咧即係聚會裏邊咧，我哋同佢查聖經嘅。佢哋未信嘅，佢哋仲係印度教、穆斯林，有印度人，有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佢哋有唔同嘅宗教背景，未信。因為佢做咗12年，唔信，你做嚟做乜啊？有冇搞錯啊？神話你哋係做咩啊？撒種啊嘛，做澆灌啊嘛，生長嘅係咩啊？就係父神啊嘛，係咪啊？所以上帝冇俾佢悔改，冇俾佢信耶穌，唔關我事啊！我哋又見到主耶穌就係答一個問題：我撒咗種啦，我澆灌咗啦，不過係你咯，你冇俾我哋收割咯。
我相信主耶穌都會對我一班同工講：你係忠心嘅僕人，你做咗應該有。我哋要傳悔改嘅福音，正話牧師都提到啦。喺聖誕裏邊，你哋要傳悔改嘅福音，叫人認識耶穌，領受聖靈。我都報咗名，下個禮拜我哋會去商場拍，即係已經約咗25間鋪頭，會去嗰度報佳音，去鋪頭度報佳音，然後讓耶穌祝福佢哋嘅生意，俾佢哋平安。聖誕係一個好好分享福音嘅時候。所以馬可提醒我哋有君王做主嘅時候，你要悔改。今日唔單止係未信嘅人要悔改，信徒都要悔改，常常都要悔改，以至歸回神嗰度。你肯悔改咧，聽到上帝嘅聲音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好多人話：喂，我聽唔到神同我講嘢嘅，你個心唔清。你想佢聽神嘅聲音，你就要認多啲罪，除去你同神之間嘅阻攔。即係好似舊時我哋上天棚揸住嗰個天線嚟到睇電視咁，你要時時嘅喺主嘅面前悔改，求聖靈嘅潔淨，求聖靈嘅充滿，以致你嘅生命同主結連，更加聽到主對你所講嘅話。好啦，到路加福音啦。路加福音咧係一個詩歌嘅福音，最特別同其他唔同嘅。其他咧冇咁多詩歌嘅。佢先有咧尊主頌，有瑪利亞，正話大家讀嗰段聖經啊。跟住咧又有救主頌，就撒迦利亞，哎呀開翻個聲講話啦，啞咗一段時間講嘢啦，哇讚美上主。跟住有天使嘅歌聲，榮耀頌。又跟住咧有西面見到 Baby Jesus 又唱出詩歌嚟。所以咧你看官咧睇路加福音就知道路加好中意聽歌，好中意唱歌。記載咁多詩歌如果你唔知咧，你就走寶啦，知唔知啊？我就係有時間就係睇一首尊主頌。尊主頌咧俾我好大嘅震撼。路加俾我哋聽，要從心底裏邊讚美頌揚神。喺瑪利亞人生裏邊一個最大嘅衝擊啦，其實你話佢明唔明咩做救主嘅母親呢啲嘢咧？其實佢唔明啊。其實佢應該諗到佢未結婚已經有喜咯，好大件事噶，可以俾人打石頭打死噶，約瑟唔要佢噶，佢點樣解決呢個未婚媽媽嘅問題咧？佢人生裏邊充滿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困難喺前邊，佢都唔知點樣去面對解決，但係佢就開始敬拜，嚟到終止憂慮。所以你睇瑪利亞首詩歌好靚噶，冇耶穌喺裏邊噶，冇 BB 噶，冇講佢嘅處境噶，又好特別噶。俾你祈禱都係啦，上帝你俾個咁嘅細路我唔知點樣搞啊！你真係要俾牛奶金我，又要俾人同我湊又要約瑟照顧我又要咧生得嚟咧順順利利又要俾宗教領袖咧唔好懲罰我咁好多祈禱事項係咪？如果俾我哋都係列呢啲咁嘅嘢啦，你真係睇下冇噶喎，完全隻字冇提生 BB 呢樣嘢噶喎，哇！你話咁奇嘅？我哋唔同我哋關注問題嘅時候咧，就追住上帝。上帝我嘅清單最好咧你就我寫10樣，你起碼答我一半啦，成就呢一半啦，但係瑪利亞冇，瑪利亞唱嘅詩歌係乜嘢咧？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神救主為樂。佢個眼就係定睛喺神嘅身上。
佢覺得神係好偉大嘅，佢要尊主為大，以佢嘅神為佢嘅喜樂。今日嘅難題，今日嘅考驗，今日所面對嘅痛苦，唔足以淹沒、推翻佢嘅認信。佢認信就係喺咁大嘅挑戰裏邊，去感恩，因為我哋有個咁嘅上帝能夠帶領我哋走過。嗱，呢個好緊要啊！我哋喺患難當中有咩感恩呢？唔係為到患難感恩，佢話凡事謝恩。牧師撞咗架車又要感恩啊，撞咗條車頸扭親又要感恩啊？唔係。當你有困難嘅時候，有一個咁偉大嘅上帝依然陪伴你走過去，為呢樣嘢感恩。凡事謝恩就係咁嘅意思。凡事裏邊幾難幾苦，我哋有一個咁嘅上帝，我哋以佢為我哋嘅神，我哋嘅心尊佢為大，我哋嘅靈以我救主為樂。咁跟住佢話咧，有三樣，點解我哋可以以佢為樂咧？點樣可以即係心裏邊可以舒心咧？三樣嘢，我間咗紅色噶啦，因為佢顧念侍女嘅卑微，佢顧念，英文就 look on， 睇實你，睇實你，神睇住你噶。你唔好以為神冇望住你，所以今日你遇到咁大嘅挑戰困難。其實神 look on 睇實你，顧念就係睇實你，好似我看孫咁睇到實噶。哇！佢一擒高咧，想翻嗰個梳化後邊啦，一捉就拉翻佢翻嚟，係咪？睇實噶。如果你唔睇實，下次冇機會睇噶啦。神睇實嘅顧念啊！萬代要稱我有福，因為我有一個咁嘅神睇實我。另外咧，嗰個有權能嘅為我成就大事，神要成就大事喺我身上邊。神有佢嘅計劃，神有佢嘅美好嘅心意，我而家睇唔到，但係我知道上帝要成就大事，越艱難越有大事要做。所以有時基督徒要咬緊牙關走過去。你走過水，我與你走過；你走過火，不被燙傷。神要為我哋成就大事。第三樣嘢，佢憐恤敬畏佢嘅人，憐恤就 has mercy， 滿有恩典憐憫敬畏佢嘅人。弟兄姊妹，瑪利亞能夠安心，因為佢知道佢嘅神顧念佢，look on佢，佢嘅神為佢成就大事，因為有能力嘅，冇嘢難得過神。另外佢施恩典憐憫 ，has mercy 俾敬畏佢嘅人。所以呢三樣嘢就好令到瑪利亞安心面對不可知嘅未來。佢冇講到 BB， 佢知道主角唔係佢，佢係婢女，主角係神。呢個神係救佢嘅神，顧念佢嘅神，今日亦都會顧念你嘅問題。呢個神有權能會成就大事，有佢嘅計劃，有佢嘅心意，佢要喺你身上成就，唔容易啊！但係佢有恩典，有憐憫。所以記住三樣，佢看顧，有憐憫，要成就大事喺你嘅身上。哇！好多人話上帝唔好咁睇得起我啊！唔好俾咁多嘢我啃啊！唔到你揀嗰啲，越老越知道唔可以揀嗰啲。但係反而問，今日你有冇一個尊主頌喺你嘅心中？當你面對挑戰、考驗、艱難嘅時候、痛苦嘅時候，有冇一個尊主頌喺黑夜裏邊唱歌？
以致你嘅心可以有喜樂，有喜樂。我記得咧，我第一次失業啊，第一次嘅好多年前㗎啦。加拿大做工冇人，應該冇乜人唔經過失業嘅，除咗喺政府裏邊打工嗰啲啦，或者你係專業醫生啊咁樣。第一次你好年輕啊！哇！老闆入到去話俾我聽，哦，公司要即係其實公司要裁員，嗰間公司得3個人，得佢同佢細佬同我，咁佢冇理由炒佢細佬啫，梗係炒我啦，係咪啊？話咧要生意唔好，要解僱你啦。咁我好啦，咁啊即係年青，哇！好失落，好難過，咁上車喊。未有咁大打擊，失業喎嚇，咁前途點啊？喺嗰時候咧，我哋古老人咧就唱過蘇佐陽嘅歌，唔知有冇唱過？你如果取去嘅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啊！嗰時後生仔讀大學嘅時候唱呢啲歌，即係叫無病呻吟嗰時叫做。原來無病呻吟嘅歌都好嘅喎，都有病嘅時候就識得唱嘅咯喎。因為我哋以前成班大學生一齊唱呢啲歌，我嗰時話：唔使咁啊，即係你攞佢東西又攞自己嚟代替，都未試過第一次失業。喺眼淚當中咧，唱呢首詩歌：神啊，你取去嘅東西，攞走嘅嘢，你以自己來代替，因為你顧念我，你憐恤我。要喺身上裏邊成就你嘅大事。弟兄姊妹，今日信唔信啊？路加話俾你聽，聖誕節就話俾佢哋聽，呢個咁嘅上帝為我哋降生啊，就係佢憐恤我，佢顧念我，佢為我成就大事。所以今日我其他嘅事都唔使害怕。好咯。時間啦，到啦，第4個福音啦喎，未喎，原來未啊，仲有。跟住瑪利亞唱啦，神為我咧逆轉啊，逆轉不公義、貧窮、厄運連低微，將佢嘅命運改變。佢用膀臂施展大能，佢將狂傲嘅人心裏邊咧正妄想嘅時候咧，將佢哋趕散。亦都叫嗰啲有權柄嘅失位，叫卑微嘅升高，叫到咧飢餓嘅人得飽美食，叫做富足嘅人空手回去。今日我哋對於呢個社會裏邊有好多嘅迴響，我哋期盼神嘅角度嚟到，主耶穌嘅角度有公平公義，叫人升高，叫人咧有平安順暢嘅路，神就為我哋逆轉我哋嘅生命。呢個係我哋簡單嘅信心。主耶穌，願你嚟到逆轉我哋嘅人生。好啦，大家都講咗好多次，你都好記得呢3樣嘢噶啦。到咗約翰，馬太就尊主為君王，馬可悔改領受聖靈，路加尊主為大，約翰冇耶穌 BB 噶，係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哋見過佢嘅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耶穌用道神嘅兒子嘅身份，約翰表明出嚟。而耶穌呢個身份，正係將神嘅恩典同埋真理彰顯出嚟。嗱，最次序唔好調轉啊！你中意恩典先定真理先啊？好多人做父母，好有恩典，縱壞啲細路，冇真理嗰啲野蠻嘅孩子，就因為縱壞咗，只有恩典。
嗰啲咧父母成日教訓細路嘅，成日指指點點嘅，嗰啲咧耷頭耷計，心裏邊充滿仇恨嘅細路，冇恩典。所以即係神寫呢句話好緊要啊！唔單止提醒我哋從神度領受恩典真理，先是恩典，然後行在真理裏邊。我哋教仔女又係要有恩典，有真理，教孫仔都係啊，係啊，有恩典，有真理。我哋對人都係要有恩典，顯明真理。神就係咁樣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傾出佢嘅恩典真理。我哋領受咗主耶穌聖靈，我哋行出真理嚟。當主耶穌喺你生命裏邊做主，我哋充滿咗恩典同真理，我哋亦都活出恩典同真理，待人亦都有恩典，又有真理。所以去到熟悉嘅聖經話，凡接待佢嘅，就係信佢名嘅人，佢就賜俾佢權柄做神嘅兒女。有恩典有真理嚟到俾我哋做神嘅兒女。講翻嗰位朋友，佢要安樂死，我同佢分享耶穌嘅福音。我聽完佢一大輪之後，我同個姊妹一齊用3幅同佢分享福音。佢帶住咧軟弱嘅身體，從一張凳坐咗去代表耶穌嘅凳上邊接受耶穌。咁佢問我，牧師，咁係咪即係我信咗耶穌就係做神嘅女兒啊？我話哇，你咁犀利嘅，我未講到嗰度，你就知道佢以前聽過福音咩？佢就話，我話係啊，因為呢隻聖經講，你接待佢啊，就係信他名的人，佢賜你權柄做佢嘅女兒，你係神嘅女兒，佢心裏邊好有平安，做神嘅女兒。但喺嗰次我冇講到安樂死，冇講，我只係要佢認識耶穌，得着聖靈，得着永生，做神嘅女兒，若神繼續嘅引導教導佢咯。我好即係敬仰啊，Mandela 南非嘅總統，佢係一個恩典真理嘅實現者或者化身。當佢坐咗廿年監，出翻嚟做總統，黑人白人大家要化解冤仇，要認罪，要和好，要修復關係，要認罪，然後赦免，要有恩典，又要有真理，大家彼此嘅尊重共存。佢一個好，佢做咗佢嘅時代裏邊要做嘅嘢。因為今日南非仲係好多問題喎，係啊，但係佢做咗佢要做嘅嘢。我退咗休之後，發覺係一樣好緊要，好似聖經講，大衛服侍咗佢嘅世代就完啦，以後嘅嘢唔關阿 Mandela 事啊。喺當下，主耶穌俾你有機會用恩典待人，用真理待人，你有冇將恩典真理同人分享？聖誕節提醒你，就係恩典同真理同人分享，送份禮物俾人，俾人開心下。簡單嚟講，4個福音好豐富啊！你聽完啦。馬太問耶穌係咪喺你生命裏邊作王、掌管、帶領你一切？馬可話：你今日需唔需要悔改，除去你同神之間嗰種嘅隔膜，要靠着聖靈離開罪惡，追求聖潔，充滿平安。路加
人生有唔同嘅風暴挑戰喺前邊，我哋能夠唱出詩歌喜樂嘅讚美，因為我哋有一個神，佢顧念你，佢憐恤你，喺你生命裏邊成就大事。約翰更加鼓勵你，你要活出恩典真理，道成肉身。你道成肉身，進入你嘅家庭，進入你嘅工作或者社會你嘅環境裏邊，讓人見到神嘅恩典同埋真理，藉住你嘅生命，我哋同心祈禱。主啊，當我哋都係好歡喜嘅等候聖誕嘅來臨，讓四位作者再一次提醒我哋，個主角係你啊！讓我哋再一次清除內心嘅污垢，讓聖靈再一次充滿我哋。耶穌啊，請你做我哋生命嘅主，引導我哋，讓我哋依靠你嘅憐憫，依靠你嘅看顧，讓你喺我哋生命裏邊繼續你嘅工作，將恩典同真理顯明。願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在會眾嘅當中，讓我哋嘅生命敞開，領受上帝嘅恩典同埋真理。奉耶穌名求，阿門。